理念，全民發聲。My Radio 2011。同聽眾分享由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嘅地區工作經驗，由街頭騙案至鐵路興建，一一以民為本。人民力量，主持陳偉業，逢星期5晚10至11點半 ，My Radio 強勢出擊。貫徹聲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係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黃毓民頻道現在同你剖析政治。黃毓民頻道準時開咪，咁啊今日咧就毓民抱恙啊，咁所以就得阿大嚿同我。咁我見到大嚿嚟嗰陣時咧都頻頻痕痕嘅喎。係啊，啱啱同啲即係人民力量啲朋友喺下邊即係傾緊啲地區嘢咁啊，傾完咪即刻走上嚟啦嚇。我又聽到毓民講，其實你好唔係好想即係1同4上嚟做係嘛？唔係咁啊，星期5有個人民力量節目啦嘛，咁啊星期1會上嘅，咁啊星期4一般就馬草嚟上啦。我知，即係如果今日毓民唔病都你都未必會嚟係嘛？我應該會到，應該會到啊！今日會到，今日梗係要講啦，今日重大日子啊嘛，516係嘛？516啊，係。其實咧就即係呢個日子咧都應該俾翻少少時間我講講啦嚇，因為我對呢件事情我有少少睇法嘅。咁啊，大家今日打電話俾我啦，話喂，今日516 1週年喎，咁我哋大家講下516咁樣啦。好多人都係估，喂516 1週年咁啊，梗係做個回顧啦。咁我唔係咁睇法。我覺得516嘅即係5區總辭咧，其實個政治意義係未完嘅。未完嘅意思喺邊度啦？個票係投咗啦。即係有幾多人投票，我哋知啦嚇。咁5位議員都重新翻入去，但係5區公投喺香港嘅政治發展史入邊嗰個意義或者佢產生嘅影響呢，就唔會係喺呢個投票完咗之後有幾多人投票或者嗰個議員翻入去呢件事係完嘅。點解會咁講法呢？就係如果516個公投重新喺年尾嘅區議會選舉，以至到特別係出年嘅立法會選舉再次提翻出嚟呢，其實佢會產生一個即係現行嘅政治作用㗎。呢個意思係點解？就係話，喂，到出年民主黨嘅候選人要回答選民同埋其他候選人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喺舊年佢哋冇參加到呢個516個公投？如果佢哋答案係有即係唔能夠令一啲選民或者普遍嘅選民滿意嘅話呢，事實上係對個選舉嘅結果係會產生一定嘅影響㗎。所以而家我哋要創造呢個條件咯，即係不但要民主黨回應，即係點解冇參與5區公投啦，同埋喺整個5區公投期間呢，即係民主黨一定要解釋呢，同埋要再向居民同埋向市民呢做一個交代呢。點解當時唔講實際嘅情況？即係隱瞞呢一個嘅事實，隱瞞即係當時佢同中央呢已經係進行呢個開始緊嗰個密室呢個嘅政治。咁就即係你而家一定要繼續追啦。咁頭先台長講到呢個516嘅意義呢，其實即係你講咗一個層次方面嘅問題，就係喺到區議會選舉嗰陣時嘅情況。516有一個重大嘅意義，就係我哋呢5位議員喺舊年呢一個選舉呢，係重新攞咗人民嘅授權。喺呢個嘅立法會裏面呢，喺跟住呢2年多嘅時間裏面呢，我哋係基於呢個重新授權呢，係代表佢哋喺議會裏面發聲嘅。咁所以即係早個禮拜喺立法會裏面通過呢一個嘅議事規則修改同埋收緊，即係話要趕我哋出去呢。呢個係違反50萬選民對我哋嘅授權嘅即係嘅尊重嘅，因為
我同毓民長毛當時好清楚咧，喺5區公投期間呢，我哋話明喺議會內外會繼續抗爭。呢個抗爭係延續毓民掟蕉掃場之後，我哋會喺議會裏面繼續做嘅。喂，我哋3個講得繼續做，我哋3個夾埋成20幾萬票，係咪？超過5區公投，差唔多3分，即係一半以上3分2嘅。計5分3啦，你計簡單啫。起碼5分3嘅票啦，唔止嘅，係嘛？我哋攞咗咁多嘅票嘅授權啊！俾我哋喺議會裏面繼續去呢個抗爭嘅行動，哇！大佬，你民主黨同埋呢一個嘅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竟然支持呢一個嘅修改，進一步收緊即係你收緊嘅意思呢，即係否定我哋議會抗爭嘅路線，好明顯啊嘛，因為我哋係延續。係嘛？你長毛繼續掟樽都好，我掟陰獅子都好，我哋繼續去衝擊呢個嘅即係議會裏面嘅有關官員都好咧，都係一個嘅同掟蕉嘅行為係吻合，亦都係原則立場呢個理論一致嘅，係延續嘅。喂，我有人民嘅授權嘅喎，係嘛？你民主黨密室政治背信棄義，嗰個就冇民意授權。係啦，呢個完全冇民意授權嘅喎。即係喺民主黨投共之後支持，即係表示支持5區支持呢一個嘅偽政改方案呢，我喺立法會裏面嘅演辭我都好清楚解釋乜嘢叫做代議政制。代議政制同直接民主係唔同㗎，係嘛？代議政制同埋呢個嘅共產黨嘅馬列主義都唔同㗎。代議政制係基本上一個嘅自由主義下一個嘅議會政治嘅發展，就係話哇即係你作為你唔係君主立憲啊嘛，你唔係呢個嘅天賦呢個俾權力嘅君主啊嘛，係嘛？你呢個社會係由人民組成，咁人民要成立嘅政府，咁你個政府點樣去決定呢個有關嘅政策？點樣去代人民作呢個決定呢？未透過一個投票授權，呢一個授權就係話喺你嗰個嘅任期裏面呢，我投咗票俾你，我就委託咗你作為我個代表，喺呢一段期間呢，你就可以代表我作決定啊嘛。點解你可以代表我作決定呢？就係你個選舉過程裏面，你係有所承諾，你係清楚表達到你嘅意向同埋你嘅價值。同埋你就翻重大政策嘅立場係點？你作咗清楚明確嘅交代同埋承諾，咁人民就將個權委託俾你啊嘛！呢個係成個代議政制嘅精神。喺呢個代議政制整個理論裏面呢，其實最後有個革命理論嘅台長。個革命理論就係當人民授權俾你，你呢個授權係被濫用或者被唔尊重，隨時可以罷免你，而出現呢一個嘅即係所謂獨裁或者係濫權嘅時候呢，罷免係一個嘅即係機制啦。呢個所謂呢個 popular recall，即係我可以透過個機制呢，可以呢個罷免你嘅。咁好多議會冇啦，但係理論上係有嘅。但係最後呢，就係，如果呢個所謂透過代議產生嘅政府喺個施政嗰度呢，係違背人民嘅利益、違背人民嘅意向，喺呢一個嘅自由主義個理論裏面呢，喺呢個代議政制整個構思裏面呢，最後係有個革命嘅理論嘅，就係話到呢一個嘅期間，當你呢個所謂代議嘅議會個政府係完全違反呢個市民嗰個意願，市民係有權透過暴力革命嘅，成套理論基礎係喺度嘅，係嘛？咁所以民主黨班友呢，係完全。當我提出呢個所謂代議政制嘅精神嘅時候，何俊仁都冇㗎，完全冇回應。喺個辯論裏面呢，完全冇回答呢一個代議嗰個代議政制嘅基本嘅原則。你民主黨違背政綱，係違反代議政制嘅原則，就翻呢個理論嘅基礎同埋呢一個指責呢，係完全冇作呢個嘅回答同埋回應嘅。咁佢唔回應唔到嘅，因為喺嗰個無論喺理論上或者喺個政治操守上或者政治嘅倫理上根本係講唔通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呢，頭先我哋講嘅好緊要啦，就係如果呢個議題本身呢係跟住係即係咬住民主黨唔放嘅話呢，而佢又唔能夠好合理地咁向選民交代嘅話呢，其實仍然會產生一個政治嘅影響力喺度嘅。頭先大嚿講嘅亦都係一個因素，就係話，喂，如果喺個議會入邊呢個即係5區公投重新俾到一個民意授權俾嗰幾位議員，
而翻入去冇民意授權嘅議員，竟然可以限制到即係獲民意授權嘅議員嘅行為嘅時候咧，咁大家會問啦，呢個究竟係一個咩議會嚟咧？係嘛啊？呢個四不像嘅議會，就係咯，奇怪嘅議會咯，呢個違背人民意願嘅議會咯。咁呢啲呢帳要算嘅，要算嘅就係即係透過一個4年1度嘅選舉啊，再同大家交代，即係同大家去講出嚟咯嚇。咁所以嚟緊呢次區議會選舉咧，即係如果個論述咧，即係都要清晰。同埋要明確，同埋亦都要即係深入到民間，呢個好重要嘅。但係咧，其實呢個問題亦都即係同我哋喺5區公投嘅情況一樣啦。就係當其時嗰個即係文宣啊，我哋睇翻轉頭咧，其實未必落到去即係選民嘅具體嗰個即係思想入邊。咁所以頭先大家講過咧，喂。今次呢個議會入邊嘅抗爭嚇，即係2位議員受到嗰個即係議事規則入邊嘅 panel 個議事規則改變影響，究竟呢一個阿大嚿頭先呢個講法呢，去到幾多主流傳媒嗰個報導入邊呢？咁可以講係零嘅，係零，完全係零。咁所以亦都係有5區公投，以至到即係呢2個禮拜嗰個立法會入辯論，我亦都擔心個問題就係年底係區議會啊。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嘅議題，即係516個公投。香港政制嘅發展，所謂嗰個政制方案嘅投票嘅結果，呢啲能唔能夠喺嗰個選民嗰個意向入邊，或者佢嗰個討論入邊出到嚟呢？呢個困難嘅，咁所以當初即係策劃或者係考慮呢個嚟緊嘅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呢，即係我自己有個理想嘅計劃啦，咁呢個夢想啦，咁但係即係睇落去嗰個夢想，即係可以成事嘅機會都唔大啦。我當時就提出呢，我哋應該視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呢為呢個嘅新民主運動嘅第2波，5區公投係第1波，咁呢一個嘅即係嚟緊11月嘅區議會選舉呢，就係5區公投嘅第2波。咁呢個第2波呢，正如頭先台長即係嗰個嘅分析呢，即係主流傳媒即係俾機會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背景嘅人呢，透過呢次選舉去宣揚我哋嘅理念同埋解釋，即係點解要操擊呢個民主黨呢？我相信主流傳媒唔會有咩機會俾我哋解釋啊！咁可能我哋講兩句呢，就其他即係9000幾萬人呢就會圍剿，跟住呢就會抹黑打壓同埋扭曲。唔係圍剿你啊！佢直情係當聽唔到啊！等於你喺立法會嗰個情況啫嘛。即係大家嗰個面對面嘅 engagement 而家冇嘅，完全冇啊嘛，因為佢覺得喂同你 engage 佢唔着數啊嘛。同埋主流傳媒就算我哋抽都好咧，即係我哋講嗰啲嘢咧，即係佢係輕輕帶過個主題唔講，佢咁對方攻擊我哋嘅言論就報道即係重複又重複係嘛？咁所以我哋一定係蝕底嘅主流傳媒。咁所以當時我就設計咗呢個希望有超過200個即係候選人代表呢個嘅人民力量咧，可以呢個參選。咁因為既然我哋喺個主流媒體嗰度冇機會俾我哋講嘢嘅話咧，喂。你唯一最好嘅機會就透過呢個文宣直接交俾呢個選民，即係透過宣傳單張係嘛？另一個途徑呢，就係透過郵寄。咁第3呢，就係透過街頭嘅演講。咁喺5區公投期間，我哋好多義工呢，街頭演講好好嘅。咁如果多啲呢義工可以參選嘅話呢，如果去到200個，全香港得410個區議會選區，哇！如果你有200個人參選呢，你差唔多每2個選區就有1個人參選呢，你可以喺啲村嘅口嗰度不斷俾你講嘢，講6個禮拜呢，個影響力好大噶嘛，係嘛？咁但係真係好不幸地，即係。有排都未到呢個數字。咁啊暫時啦，你又唔好咁快氣餒住，因為而家仲有成半年，成半年咁，即係可能我哋喺呢個平台度咧，我哋再做下廣告或者我哋做下推廣。